人間飲食君莫忘，入廚柴米油鹽糖，味調菜炒煎炒焗，入口不離魚肉，起筷先奉夫君上，舉案齊眉心和睦，10年入廚成孝父，一生勤儉家福祿，人世諸父不以為，菜肴上身不取數。少少試下隨口朗誦啦，即係噏幾句。今日禮拜，今日應該係禮拜四啊，今日啊，晚安，早唞，拜拜。